翻開任嘉倫的作品履歷表，就像打開了一本浸透了哀傷與悵惘的詩集，每一頁都寫着愛而不得的嘆息與裝置未酬的敞亮。大唐榮耀，李李剔坐擁萬里江山，卻永遠弄丟了那個配笑着喚他東郎的人。那份帝王之愛在權謀的碾磨下碎成了史書裡一筆帶過的遺憾。周生如故，中周生辰以剔骨之刑踐行了不負天下的誓言，用最慘烈的方式守護了心中的道義。留給取時宜的只有城樓上一襲公衣翻飛時的決絕身影，那是整個古代篇裡最鋒利的一把刀，割開了無數觀眾的心房。流水迢迢，李的為超為洗清月落一族蒙受的百年冤屈，甘願背負寧神罵名潛入敵國，最終選擇與腐朽的皇權同歸於盡，化作歷史塵埃中無人知曉的一縷孤雲，連一個名分都未曾留下。而無憂道的九宣夜更是以一種近乎神話預言的方式，將守護化作了永恆的離別與遺忘。半夏醒來後，記憶中那個為他捉妖勾邪的男子，仿佛從未真實存在過。這份長長的名單，幾乎構成了任嘉倫古裝劇生涯的某種主旋律。B 即 Bad Ending， 悲劇裂局。他像一枚烙印，深深陷入了觀眾對他的集體認知裡。於是，一個有趣且值得玩味的問題浮出水面：為什麼總是他？是某種看不見的劇本宿命在背後推手，讓所有找上門的角色都奔向同一個黯然收梢的方向？全是這恰恰足於他個人演技最為舒展、最為得心應手的書的勾，一條被他走熟了的路，走上去不費力，卻也容易困住腳步。要解答這個疑惑，我們或苦先要釐清一個最基礎的事實：任嘉倫真的總是 B 嗎？這其實是一種因某些作品影響力過於強大而產生的幸存者偏差。那些悲劇的尾音因為情感濃度太高，像刀子一樣扎進了記憶裡，以至於大家不自覺地放大了他們在作品序列中的權重。細數他這些年的完整劇目，列局圓滿的作品數量並不少，甚至可以說佔了多數。探案懸疑的《錦衣之下》，李陸亦與袁今夏從互相看不順眼到歷經生死考驗，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那傳說地裡的擁抱不知道治癒了多少被虐怕了的心。現代奇幻的《烏鴉小姐與蜥蜴先生》中，顧川那顆裝着機械心臟的男人，也在愛的滋養下告別了對生命的消極態度，收穫了真正的自愈與新生。都是情感劇，一生一世，更是作為周生如故的解樂而存在，專門給了周生辰和時宜一個溫暖平靜的現代歸宿，仿佛在告訴觀眾：前世虧欠你的，今生加倍傳給你。2026年熱播的古裝仙俠劇《佳偶天成》也最終走向了相對圓滿的列局，男女主角衝破重重阻礙，相守在了一起，讓不少長期追劇的粉絲長舒一口氣，感嘆任嘉倫終於擺脫了 B 宿命。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那些甜蜜的列局帶給人的是鬆一口氣的釋然，而悲劇的尾音卻因其情感的濃烈與回味的綿長，像陳年佳釀一樣越品越痛，越痛越難忘，最終像烙印一樣深深刻在了觀眾的集體記憶裡，反而成了他某種標誌性的符號，以至於大家提起任嘉倫，腦海中第一個蹦出來的總是那些讓人哭到枕巾濕透的角色。我們不妨先深入悲劇的機理，去探尋所謂的劇本宿命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很多時候，悲劇的種子在故事生根發芽的那一刻便已經埋下了，它並非編劇的刻意為之，而是人物設定、歷史背景與戲劇邏輯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以周生如故為例，小男神王周生辰的悲劇就是歷史邏輯與人物性格雙重力量姣曬下的必然宿命。他手握70萬大軍，威震天下，功高震主，卻立誓不娶妻妾，不留子嗣。這並非簡單的清高退俗，而是在猜忌多疑的皇權之下一種無奈的自證與避嫌。他用斷絕自己血脈傳承的方式向皇室表忠心，試圖用這種自我閹割式的承諾換一份安寧。然而他的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擁有平凡的人類情長，他的責任也注定了他必須在忠義與個人情感之間反覆撕扯，直至血肉模糊。取時宜是他生命裡唯一的光，可這束光照進嚟的同時，也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淵。悲劇並非強行製造的煽情橋段，而是那個時代背景下
一個英雄人物注定無法掙脫的命運枷鎖，就像希臘神話裏的俄狄浦斯，無論怎麼掙扎都逃不開神諭的最終裁決。同樣，在流水迢迢中，衛超的列局也是其蟄伏多年，以寧神身份潛伏敵國借挑險途所注定的歸宿。他每一步都走在刀刃上，他的目標是顛覆而非建設，他要的是毀滅舊秩序而非建立新世界。這種向死而生的設定，從一開始就將故事引向了一場絢爛而慘烈的獻祭。他不能愛，不敢愛，卻又忍不住去愛。這種內在的撕裂感比外部的刀劍更致命。這類悲劇早已超越了簡單的男女情愛範疇，上升到了家國大義、個人原則與命運洪流衝撞的哲學高度。正如魯迅先生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言，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種毀滅因其宏大與必然，反而具有了震撼人心的美學力量，讓觀眾在痛哭之餘感受到一種近乎崇高洗禮的精神體驗。再者，市場與創作方的選擇也在客觀上為任嘉倫構築了一道悲劇的引力牆，將他一再拉向那些裂局晦暗的劇本。當一個演員在某類題材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類似的劇本和角色便會如潮水般紛至沓來。這既是一個良性的市場循環，也是一種無形的角色固化。製作方和導演傾向於選擇已經被市場驗證過能駕馭複雜悲情、能演出破碎感和隱忍力的演員，而任嘉倫無疑成為了這類美強慘角色的首選。業內流傳着一句話：若劇找任嘉倫，穩了。這種評價本身就是一種市場標籤，既是對他能力的認可，也是一種無形的框定。這種雙向選擇使得他收到的劇本中，悲劇類型的佔比自然偏高，而甜寵向的輕喜劇找他，反而會讓人覺得不太對味。更何況，任嘉倫本人曾在多個採訪中坦言，相較於那些不知道為什麼就愛上了彼此的硬甜劇本，那些能真正打動他、情感邏輯更為厚重曲折的弱戲，更能激發他的創作慾望和表演激情。他覺得自己在那種曲折的情感拉扯裏更能找到表演的支點。他甚至開玩笑說過，若戲不用演，光看劇本就已經很難過了。這種個人審美偏好與市場供給的高度契合，共同編織了這像看似宿命的劇本之網，讓他仿佛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着，一再走向那些讓人心碎的角色。然而，將一切歸咎於外部的宿命，無疑忽略了演員作為創作主體的能動性和自主選擇權。我們更應深入探討的是，悲劇是否正是任嘉倫表演體系中的書的勾，以及這書的勾究竟意味着什麼？是褒義船是貶義，是安全的避風港船是隱形的天花板。所謂書的勾，並非一定是貶義的懈怠或偷懶，它更可以理解為一個演員最擅長的音域所在，最能發揮其優勢的表演場域。就像美聲歌手唱不了說唱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最舒服的表達方式。任嘉倫的表演風格常被業內評論概括為納斂、細膩、含蓄，善於通過微表情和眼神流轉來傳達複雜難言的情緒，而不是靠台詞的堆砌和情緒的爆發。這種收着演的方式，恰好與悲劇人物的內在氣質高度契合。悲劇角色的魅力往往不在於大喜大悲的外放西吼，而在於隱忍之下的暗流衝動，在克制邊緣的瀕臨崩潰，在沉默中壓碎牙齒往肚子裏咽的那種鈍痛。周生辰被誣陷時眼神中一閃而過的悲涼，衛超在復仇與真情間掙扎時的沉默凝視，6000喬新婦五不全助就是那種對外界的疏離與對溫暖的渴望，這些都需要演員沉靜下來，用極其精準的細節去雕刻，而不是靠嚎啕大哭來渲染氣氛。任嘉倫擅長用眉梢眼角的細微變化來傳達角色的內心波動，這種表演方式在悲劇語境中尤為有效，因為悲劇人物的痛苦往往是被壓抑的、不能聲張的，越是平靜的表面下，越是翻衝着驚濤駭浪。當然，批評的聲音始終存在，而且值得我們認真傾聽。有評論認為，任嘉倫的表演已形成一種冷面凝眉的固定公式，委屈時垂眼，難過時皺眉，心情時靠氛圍硬撐，
角色之間的勾分度並不高，形成了所謂的表演流水線，看多了會產生審美疲勞。這種批評並非空穴來風，在一些同質化的古裝角色中，確實能看到類似的情緒處理方式和表情慣式，尤其是在接連觀看他多部古裝劇時，那種似曾相識的隱隱表情確實會讓人產生串揮的錯覺。但我們或許也可以換個視角來看待這種模式化或輸的勾表演，它恰恰是任嘉倫為特定類型角色找到的最優解，是一種經過反覆驗證的有效方法論，就像書法家寫同一篇《蘭亭序》，每次都有不同氣韻一樣。陸翼的冷是錦衣衛的威嚴與少年喪母的創傷疊加出來的寒冰，周生辰的冷是位高權重者的致辭與罰符情子符禮的克制，帶着一種如像的溫潤；而陸千橋的冷則是被詛咒折磨、喪失凡人感官知覺後與世界形成的一道天然壁障，那是一種生理性的無法逾越的隔閡。同樣是隱忍，陸翼的隱忍裏透着凌厲的譏諷和探望的銳氣。周生辰的隱忍裏是山岳般的沉重與悲憫，帶着一份對天下蒼生的溫柔；而陸千橋的隱忍則混合了肉體持續痛苦帶嚟的麻木與性格底色中的善良溫暖。這種細微的差別，或許在快節奏的觀劇體驗中容易被觀眾模糊，但對於能靜心細品、反覆回看的資深劇迷而言，其間的層次感和差異性依然清晰可辨，並非完全的臉譜化複製。更何況，一個真正的創作者從不會永遠安於一處。任嘉倫也在用具體的行動積極拓展其輸的勾的外部邊界，努力打破外界對他的刻板印象。在漫改劇《烈焰》中，他飾演的五族從一個市井黑人成長為一代王者，其表演方式相較於純粹內斂的古裝偶像劇，多了幾分粗麗的真實感與成長的弧光，眼神裡不再是隱忍的痛，而是燃燒的鬥志。而在備受關注的現實題材劇《鳳餘潮》中，他飾演外國商人何賢，挑戰了長達40年的年齡跨度，從青年到暮年，並堅持使用了原聲台詞，不再依賴配音演韻的加持。這被視為他跳出古裝安全勾，尋求向實力派轉型的關鍵一步。外界評價褒貶不一，但勇氣可嘉。這恰恰說明他清楚外界對其表演模式化的討論和擔憂，也在有意識地通過更具分量的現實主義作品來拓寬揮路，試圖用一個完全不同於古裝偶像劇的角色來證明自己的可塑性。對於台詞功力的爭議，他沒有選擇迴避或辯解，而是選擇用一部部需要原聲的作品去面對、去磨礪、去成長。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對表演事業的尊重和長遠的職業規劃考量，而非短期的流量收割。一個願意走出輸的勾的演運，無論走得是否跌撞，都值得被鼓勵和期待。討論一個演運如特定列局類型的糾纏，最終都必須回歸到表演本身的質量和感染力上去。任嘉倫在悲劇中的確展現出了極強的共情力與感染力，能讓觀眾為其角色的命運扼腕嘆息，夜不能寐。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否認的能力證明，是無數科班出身卻演雜麼都讓觀眾無動於衷的演雲求而不得的天賦。他演繹的 B 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沒有單純地將列局演成一場悲傷的秀，沒有為了虐而虐，而是演出了角色在走向既定命運之前的完整生命軌跡，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人，而非一個等待被獻祭的符號。他理解周生辰的捨一人而救天下那種慈悲背後的心痛，他能傳遞出來。他也心痛韋超的執對家族清白的偏執追求，讓他走上了不歸路。那種瘋魔與清醒並存的狀態，他拿捏得準確。他更懂得陸千橋換骨換心之痛背後的溫柔與擔當，那種為了守護所愛甘願承受一切苦楚的心情，被他演得入木三分。正是這種對角色的深度共情與完整塑造，才使得最終的悲劇列局擁有了雷霆麥昆的衝擊力，而非磨病呻吟的做作表演。觀眾哭不是因為他哭了，而是因為他忍住了沒哭，卻讓觀眾替他哭了，這才是悲劇表演的高級境界。因此，劇本的宿命與演技的輸的勾或苦並非一對非此即彼的矛盾對立面，更像是一場互為因果的完美邂逅，是一場天時地利人和的相互成就。
市場認定了他能勝任悲劇的厚重與深度，將一個個命運多舛的角色送到他面前。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壓力。而他憑借對這類角色情感脈絡的精準把握和細膩入微的表演方式，不僅成功塑造了每一個具體人物，也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對他的這種認知標籤。就像一位技藝精湛的悲劇演員與一位偉大的悲劇作家意外相遇，共同成就了舞台上那些令人心碎又心醉的經典時刻。這種默契是可遇不可求的。與其說任嘉倫被困在了 B 的劇本裡動彈不得，不如說他在這個領域找到了與觀眾對話的獨特頻率，並將這種風格化的表達打磨成了自己身上不可替代的標籤，讓任嘉倫這三個字成為虐心劇的品質保證。而當他帶着這份對情感深度的理解和把控力，走向更廣闊的創作天地時，這段與悲劇同行的經歷，未嘗不會成為他演藝生涯中一筆寶貴的財富，讓他在詮釋任何類型的角色時，都能多一分對人性深度的觀照。無論是甜是虐，是古裝是當代，是虛構是現實，那份對角色內在邏輯的尊重和對情感真實性的追求，才是他作為一個演員最核心的競爭力。說到底，觀眾對於任嘉倫總是 B 這種話題的熱烈討論，其實是對好演員、好故事的一種變相期待和肯定。人們鍾愛悲劇美學，無非是因為在那些破碎的裂局裡，看到了現實中難得一現的極致與純粹，看到了一種不被世俗妥協的決絕，也在一段虛構的求不得與放不下之中，釋放了自身被日常生活磨鈍了的情感觸覺，找回了久違的心痛與感動。無論裂局是喜是悲，只要角色能立得住，情感能打得動人心，便是一部作品最大的成功，也是演員最大的體面。而將總是 B 簡單歸因於演員的宿命或書的勾，都是一種對複雜創作過程的過度簡化，忽略了其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交織的微妙。每一個深入人心的角色背後，是編劇的巧思、導演的把控，以及演員基於自身理解與能力所進行的創造性二度工作，缺一不可。任嘉倫的 B 體質，更像是這三者間奇妙的化學反應，是市場、創作者和演員本人共同譜寫的交響樂，而非某一個人的獨奏。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們沉浸在 B 美學的餘韻中久久無法自拔時，更應保持一份觀劇的從容與清醒，既投入情感，又保留理性。討論可以熱烈，觀點可以犀利，但不必上升到對演員揮露固化的指責，說他只配演一種角色，亦無需出於粉絲保護的立場而否認其表演中可能存在的模式化痕跡，說每一部都完全不同。畢竟，藝術評論本身就是多元視角的交鋒和碰撞，任何一種觀點都有其合理的出發點和存在的價值。我們欣賞悲劇帶來的震撼與心思，也應理解演員在角色類型上守正與出奇之間的平衡與探索，理解他們在商業考量和藝術追求之間的艱難抉擇。作為觀眾，理性看待演員的選擇，尊重其在不同階段的藝術表達，用開放的心態去驗證一個創作者的成長與蛻變，或許才是吃瓜最優雅、最得體的姿態。願我們在屏幕這頭，既能共情角色的悲歡離合，也能在心中保留一份清明的自我覺察，不因角色的命運而遷怒於演員本人，亦不因濾鏡的加持而模糊了評判的客觀標準，更不因意見不合而陷入磨優子的爭吵。讓討論停留在作品本身的藝術範疇，讓熱情回歸到純粹審美體驗的享受之中，在光影交織的夢境裡，我們各取所需，溫柔共情。然後在現實的世界裡，帶着對美好列局的期待和對多元表達的包容，繼續從容地、理智地、平和地走下去。這或許是對一部好劇、一個好演員最大的尊重。